白亭台南东门医院北边的壁刀甲铁架部分已经放落来，真侪搭传出积水的灾情。高雄累积雨量已经超过600毫米，产料的内安桥有土石放落来，10外户失电受困。花莲万里溪崩山湖大量溢流，林保署发布红色警戒，来影响凤林镇拢有住户撤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4中大新闻，我是麦尚莹。即马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甲西南风的影响，嘉义、台南、高雄甲屏东今仔日拢是因为落大雨停班停课。其中伫台南市东门医院的国定古迹大东门这带呢，北边的壁道甲维修的铁架啊，拢是同款未扛得大雨，所以有部分已经放落来。另外，伫台南的永康、林德甲安南等等行政区域，嘛有传出积水甲淹水的灾情。人个拖开迎接规大堆，一寡庄仔嘛喷甲规世界。咧台南东门医院的国定古迹大东门嘛号做迎春门。每日5透早6点外，当咧做修复工程的城楼北边壁道含铁架，被甘这落几啊天的大雨熊熊放起，加载无造成任何人伤亡。施工好一阵子，可是还是非常的压抑，吓人一跳。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连续渗到底下的这个所谓的内层的土方。那古迹受损，落大雨嘛，造成真侪所在淹水。永康区大林街一间自助的洗衫店，前一天才甲淹的水清掉尔，透早水阁淹起来，互业者买好无目屎。那林德交流道4号位啊，嘛因为大路积水上悬，路规个封起来。开始落在你中啊，阮内底已经入厝里啊。即摆来看东区的有益路嘛淹甲足严重，水淹到脚头有边仔停的轿车，车咧嘛淹半脸悬。互人较烦恼的是林德的三峡溪，因为大雨落袂停。溪水消无路，已经浸qua8华关，附近的徛家拢提心吊胆。都有超过半个小时，很急，然后再停啊！我觉得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天意没办法。安南病院附近嘛，真侪所在淹水，北门区的金湖国小边啊，嘛互大水淹甲稀咧咧，拢无法度看到路。即阵气象署由原对南部发布大水好特报，着毋望雨势落较细咧，互淹的水有法度消出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好，这波大水雨呢，伫高雄市真侪区域，这2天已经累积超过600毫米的雨量啊。其中伫产料的内安桥呢，是有土石放落来，嘛有10外户是失电受困的。公所早起已经派怪手去抢修啊。另外呢，这高雄市区的道路也出现真侪土坑，有怪手要去修理，煞跋落土坑内底。区公所派来怪手，当咧抢修道路，伫高雄田寮内安桥这搭山架，23下晡3、4点，熊熊有大量的土石放落来，甲规个道路冻掉咧，连电火条拢倒去，内底有10外户居民失电受困，公所早起就赶紧派人来抢修。电线一定拢断电啊，台电的拢来断电啊，呀。即摆内底阁有偌济？差不多30个人，10几户。这种电线跌掉足歹用啊，尽量卖毁掉因台电的复原的。互关电的较紧啊。南安里长表示，受困的居民当中有一位慢性病的患者，佮加载人无出什么状况。水邦山区也阁有继续咧落雨，也是希望伫下晡5点会当将道路抢通。那高雄山区雨落袂停，日是真侪所在到早起10点为止，已经累积上百毫米的雨量。高雄市区连续2天咧落大雨，真侪大道路嘛拢出现破坑。伫前镇的广西路，这搭破坑有3公尺长、2公尺宽、2公尺深，现场派怪手来处理，结果这怪手虽然落入去破坑内底，抢修作业就要暂停。一片汪洋啊，真正一片汪洋，在阮斗门口口。主管的电报社区也因为落大雨，23开始淹水，所以因为当地抽水机无油，社区全咧做大水，上悬淹到大人胸坎。洗衫机那拢倒落来，规个冰箱那拢倒落来。你昨淹到差不多偌悬？哦，淹公车的哦。你长关时就是抽水机歹，佮无柴油啦，要发佮无柴油通发啦。6点外，佮再只抽水机入来啊。好佳在有里民赶紧去灌柴油来，互抽水机会当赶紧运作。电报社区则无佮继续愈淹愈悬。到家己是社区的水拢退啊，
不过家家户户厝内拢互大水淹甲乱糟糟，居民是赶紧来摒扫，也毋知这雨是要落甲当时。记者邱兆勇高雄报道。另外，咱搁上北来看，这家己的洞石、破柱、甲落卡呢，等等一寡这地势较低的所在，嘛是共款，因为这雨落规暝，到今仔日早时啊呢，也是有这淹水的状况。虽然讲这水是无淹甲伤忝，也毋过在地民众也是真烦恼。要入去庄内的路，因为大雨的关系，拢淹甲看无。家己县六卡乡的古林村，透早因为落规暝的大雨，到打庄内，阁有真侪所在，也是淹水的状况。我咧做3点半呀，我抽水机就开始抽啊。对。因看水泥流啊，有去狗仔拢袂停。那我来去抽水机，我来放咧开啊。对。另外，伫东石甲破柱，到早时啊要10点左右，雨有暂时无阁继续落。不过也是有真侪所在淹水，有民众趁无落雨，赶紧带食大离开淹水的厝。就有民众表示，有抽水机到抽水摕较紧。一早起来是淹去到遐，水倒落来一直消去。伊即是两支一个咧抽。水门佫无法度，佫共款，佫这水坑拢一直喷出来，我拢规暝拢无困呢，拢用抽几个抽完。伫山区的阿里山，因为落雨的关系，129线18公里的所在有路石崩山，影响交通。乡公所表示，线内进行泵坑的工程，改善这落雨就会崩山的问题。这个地方每次下大雨就会不通了哈，可是我们县政府已经这边要做一个泥隧道哈，已经发包了，所以近期就会完工。完工之后，以后这个不通的情形就会改善。为23半暝开始，家己地区就开始落雨。中央气象署评估家己地区的雨量有300到500毫米左右。家己县政府表示，虽然中岛镇前雨有暂时无阁继续落，淹水的所在嘛有咧退，嘛是爱呼吁民众毋通挖溪流海边，避免意外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今年，因为这气候是真反常，伫咧中华的珍珠芭乐呢，这产量是减买一半，产地价即马1斤呢已经起到40至50块啊！而且这几日啊，佮受到这低气压甲西南风的影响，这雨落袂停，农民是惊讲后手佮有风台要来乱，时到这芭乐的计数恐惊会佮起价。落雨天涂骹澹漉漉，农民赶紧到别人园巡视。中华是珍珠芭乐的重要产地之一，但是今年因为天气反常，产量减买一半。去年同期产地价数一袋斤大约10外块，这阵已经起到40-50块，农民就惊风台过来扰乱。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啊，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应该来到50、60，这个已经天价了，已经天价了哈。受到低压大加西南风影响，中华嘛开始落雨，台湾附近阁有风台咧瓦近，农民加强排水等等的防护措施，希望莫出现灾情。另外，伫市场方面，业者表示，有的农民为着调节产期，甲芭乐花采掉，这段时间芭乐产量少，若拄着风台大雨出现灾情，芭乐价数可能会阁起价。7月大家拢采花掉吼，啊，拢要等到产期比较延后，所以7月拢无芭乐。看产量，看天气，如果是在致灾性的那个一定价格还会再上扬。农民表示，这阵珍珠芭乐因为产量减少，价数比去年同期悬出真济，佮加上台湾这阵仔天气真无稳定，靠天食饭的农民敢若当做好防护措施，希望风雨莫带来灾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这南台湾落大水后，屏东今仔日呢嘛是共款停班停课，而且呢这24点钟来的雨量已经超过540毫米啊！内埔、新园、东港、那边呢拢有传出积水的状况，就连这邦寮的冷雾园，这水嘛淹甲要到这个腰的悬度，农民的心血会当讲全部拢乌有去啊！雨落无停，水嘛退袂离。屏东连续落3天的大雨，连东港主要道路中正路水嘛积到脚后倒悬，民众只好撩水马早顿。有车辆看到水伤悬，只好驶翻头。嘛有电器行水淹入去店内，几台电器机拢泡着水。头家半暝4点就赶紧起来刷位，无奈表示即届比6月25搁较严重。应该较严重，系啊。啊，你即摆进前水无平，即届水拢入来啊，有咧报销伊啊。啊是哦。系啊，因为为进着水的就袂使安尼啊。安尼损失，好，损失差不多偌济，你拢有。歹算，
可能搁甲进行相共吧，进行损失到3、7只吧。我们早上5点来的时候就已经淹水了，只能这样子而已啊。他什么时候水会退啊？很无奈这样子。对啊。乌石轿车吊到班车顶悬，准备再去修理。新园的港西村积水嘛是超过半粒链啊。对于下晡开始，屏东地区大雨就无停过。地区较南边的内埔、新园、东港那边，拢有通报道路积水，甚至因对厝内情形，帮了嘛有冷木园因到要腰部，农民前几工才摧毁落去，结果水未退，预估损失要60万左右。这就有诶，桥啊拢烂去啊，土起来，这算着最好就烂去啊。啊，顶回625嘛是头到遮，啊，即件咧较关小可，礼拜4吹好咧，啊，真已经4天啊，啊，你一礼拜遮水都还未退。受到西南气流和低压带持续影响，屏东县政府23、24拢停班停课。根据统计，屏东24小时上悬累积雨量超过540毫米。县府表示，这届大雨总累积雨量，山区上悬马家乡测到1135毫米，平地929毫米，接近屏东县规年落雨量的一半。提醒民众无必要唔通出外，注意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另外来关心的是，昨下晡呢，新竹外海是发生一桩火烧船的意外，海巡是出动4只巡防艇赶去救人，加在这船长甲3个船员呢，拢已经去互边仔的船甲救起来。船长表示讲，有可能就是收网仔时，这机舱部导火才会造成这桩意外。海面上高高的乌烟直直庆祝关，那像有渔船导火，状况真危急。8月23下晡4点外，海巡署第3巡防区接到船长的通报，讲渔船伫新竹西南边差不多5.5海里的海域导火，遂出动巡防艇赶去救援。这次总共派出4艘巡防艇。那我们的巡防艇抵达现场了以后，发现船长及3名船员共4人已经由附近的友船救起。大声到位的新竹海巡队巡防艇随泉水炮拍火，台中海巡队巡防艇到位了后，也共同协助。这只新竹籍船顶的2个本国籍甲2个印尼籍船员有及时得胜，互附近的船家救起来，意识清楚，无外伤甲就医的需求。他表示是在他们渔船要起网的时候，轮机部发生起火，那火势很凶猛，也很急。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出动3只救护车、6个警消人员去到新竹渔港安检所提名救援。加在火势无偌久，就顺利拍花，船顶的人员也拢平安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几日啦，这大雨是安尼直直落。气象署呢，今仔日要是针对着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来发布超大水雨的特报。因若这中度风台3点呢，气象署是预估讲上紧拜3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顶礼拜6、礼拜，这方面的南台湾有部分地区淹大水。气象署表示，受西南风、低压带、甲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拜1至拜2早起，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甲台东县可能会落局部大水雨，也是超大水雨。就今天上半天来讲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形，都还算是相当的显著哦。那我们预计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嘉义以南地区，应该说就是在整个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情形。那尤其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以及这个台东还有花莲的山区，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一个降雨情况出现。气象署也指出，中度风台3点呢，目前伫台北东边1500公里远的海面向西北西行。气象署预计拜3点呢行到琉球附近海面的时阵，会发布海上警报。拜4、拜5风台就会上挖进咱台湾。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就是在周4、周5这2天，会是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时候。那到时候像是在这个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也都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然后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也可能就是会受到这个台湾外围环流影响之下，也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降雨出现。气象署提醒，受热带性低气压甲低压带影响，拜1台湾附近的海面可能会出现8级至10级的强阵风，而且海涌也较大，沿海的民众都要注意。记者季佑基、谢桂玲台北报道。后礼拜就要来开学啊，也毋过呢，这流感是来进入流行期，就连新冠疫情呢，即马嘛已经来到上界严重的时期啊。疾管署是公告讲，这公费的新冠预防针呢，只要是出示满6个月以上，安尼大人囡仔拢会当做，而且这季是会当做到9月初9。
虽然是假日，林所校景区也满满拢是等看病患者，因为高中以下国际学校后礼拜就要开学，不少家长带破病囡仔来看诊。非常担心啊，对，因为小孩子到时候开学人很多，所以就想说先带他们看医生。病毒性肠胃炎，然后妹妹就是呼吸道感染，咳嗽，咳得很严重。有医师临床观察发现，目前社区存在各种病毒。最近捌受第3岁外的囡仔同时感染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RSV 等4种病毒。病情拖甲真久，而且因为感染流感，造成肌肉发炎，囡仔的脚疼几下子拢袂当行路。流感病毒有时候会攻击肌肉，尤其是小腿的那种腓肠肌的肌肉，它会发炎，造成肌肉发炎，它会很疼痛。社区各种病毒侵袭，继续由警部疾管署监测显示，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第32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到9.5万外人次，增加80例重症，死亡也有17例。新冠部分是超过2.6万人次就医，疾管署研判，新冠已经达到这波疫情观点，未来2礼拜会是处理高原期。目前占比最高的是新冠的病毒哈，它是占了25.3%。开学之后会不会增加上来，就要看之前各种疫情的变化。因为开学了后，学生较接互动，呼吸道传播风险会提悬。疾管署提醒学生，若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建议挂喙暗，尽量伫厝休困。另外，做疫苗方面，本季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全面来自，调整到9月初9为止。建议年长者等高风险族群赶紧来做，以降低感染新冠了后并发重症还是死亡的风险。记者采访报道。台北捷运讲有旅客呢是伫这车门要关的时，用牌仔去挡这车门，硬要爬上车。台北捷运是表示讲，这妨碍车门，也是讲月台的门关起来，上当是会当罚7500。车厢内的乘客将护林人强行塞伫车厢内，牌仔往外口塞，车门才顺利关起来。看到的人看这个护林人伫列车车门甲柜台门已经关到一半，是想要强行救车。他就是想上车，但是因为挤不进去啊，门已经关到一半了。他想用包包让门打开，他走进去。等到事发现场，拄着家里坐车旅客坐。台北捷运公司表示，这个事件发生伫拜六下昼3点外，松山新店线中山站，这个旅客伫车门关的时，也要强行上车。以台中捷运法规定，妨碍车门还是柜台门关起来，会当出新台票1500至7500的罚款。台北捷运提醒：月台警示音响起后，请勿强行上下车，以免发生危险或影响设备。笔者指出，系统安全系数设定用最高标准，万一车门卡着物件，佮初步排除无效，而且会当先清车，佮安排维修人员检修处理。除了调工阻挡车门关起来，恐惊面临开罚之外，过去也有不少卡门事件，是因为旅客随身物品落去。我3年坐云列车车门异常案件，检修了后有7成拢是物件卡门，有去年下底盆仔堆啊、耳机、管啊挂、雨伞头，也是免洗涤等等。通常就拿下来，就不要拿在背着这样，背在背后的话会很容易没注意到嘛。我是前面可能手还会这样扶一下，这样就是大家不要一直晃动。今年7月中，台北捷运连续2日发生物件卡门的状况，造成列车门无法度正常关起来。其中一个甚至这会当当场返回检修，除了继续宣导旅客注意随身物品，把这电每年道理营运的新车，也用无高座固定设计，减少物件卡碳门旁影响运作纪律，互开关门更加顺利安全。记者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个大雨的情形，伫花莲的万里溪崩山湖，今仔日透早也大量溢流，尚无受100万吨的水安尼流出去。林保署已经发布红色警戒，昨昏这花莲万影乡的宝泉湖呢已经有风声撤离，也那凤林镇今仔日透早嘛是同款。另外来看这花莲县内溪水水位呢，即马嘛已经涨悬啊，玉长变倒是有60公尺，落雨冲甲断去。万里溪崩山湖涨起来，这溪水是有够错漏，因为继续咧落雨。23林保署就监测到水头万里溪崩山湖溢流口，这水量是明显变大。透过水位的监测，会当发现讲，24半暝1点开始，溢流的水量是变较大。到早起5点，已经向下骹挂4.7公尺，流几百万吨的水出来。坝体还是呈现不稳定，所以下大雨它还有可能会在下切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还是
维持就是河道红色警戒之外的这些相关的那个区域黄色警戒。万里溪红色警戒会当看到西部大桥已经封桥，万影响保全户32户111人早就伫前一天预防性撤离，避免封桥了后无法度出入。那我们是全面封桥啊，不得让我们乡民进出。为了安全起见，那逢林镇伫24早起9点，由警察宣导展开预防性撤离44户88人。为确保大家安全，现进行预防性撤离。强烈的西南风这雨是真惊人。除了万里溪崩山湖，进前的八大安溪崩山湖崩坏受灾户，上界严重的公河乡不走过，较落后的所在嘛出现积水，一户的居民嘛去用撤离到乡公所。对，都会积水。因为地势没办法这次做水沟好像洞太小，水都排不出去啊。大雨酷酷到花莲县内嘛有真侪溪水涨开，小高乱溪、基米段的溪水有够错漏，若陆渡溪的水势是直接甲玉长变道中间的桥梁差不多60公尺，甲冲到海去。若花莲的铁基路嘛规个冻点，因为停驶车站一透早就真侪人来到这，这回要转去到高雄的旅客嘛无法度转去厝里。会觉得很困难。就现在都在看车票，不然今天不回不去了，因为它好像全线停驶了。因为24点钟的雨量已经破200公里，去到60石山的道路嘛已经预防性封闭。县府表示，考虑到有石头可能会落落来，也佫有山壁较松软等等的风险，启动预防性交通管制，所有的人甲车拢敢来当落山，袂当上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先来关心，这非洲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这个所在呢，有一座超大型的粪扫山，昨是熊放起，大量的粪扫安尼冲入去当徛家，造成上无有30个人死亡，也佫有22个人受伤。目前这现场还佫继续咧抢救。救护车赶去事发的地点，民众协助甲伤者扛上车。真侪人也是唔敢相信，这座累积真侪重的粪扫山，落尾竟然跌死几60条人命，而且真侪人是伫咧协助救援的时，互第二届的帮力抬起来的。Quand les jeunes se sont mobilisés pour aller là-bas, il y a eu un deuxième glissement maintenant. Toutes les personnes qui sont parties là-bas pour secourir, ils sont tous restés dedans. 这场严重的意外发生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当地时间8月23半暝2点外，因为几内亚目前拄啊好是雨季，连续受到严重大水雨的侵袭，雨水直直强，互这座囤真侪重的大型粪扫掩埋场结果放弃，大量的粪扫对土石瞬间规个平落来，甲下底的铁道甲徛架拢抬起来，真侪民众当咧困，根本袂赴逃生。消防人士强调，差不多1冬前，因对政府提出警告，必须要赶紧甲这座上大型的粪扫掩埋场关起来，若无总有一天会出意外。Donc du coup, ce qu'a fait aujourd'hui cet éboulement, moi j'ai accuse l'État. Parce qu'ils n'ont pas pris les mesures pour que la décharge soit fermée. 几内亚政府已经动员军队甲重型机具透明搜救，罹难人数恐惊会阁增加。几内亚总理也来到现场，不过真受人口舌甲心肝疼的是，政府原底伫出代志迄天要正式甲这座掩埋场关起来，而且进前也已经甲周边的居民发出撤离通知。没想到伫咧关进前就发生悲剧。这座粪扫山伫2017年也捌发生过类似的崩落的事故，而且造成10个人死亡。公司新闻竟完全编译。泰国南部的边境地区，伫咧拜六暗暝是来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军方甲安全部门证实讲，迄暝拢总是有51件放火甲破坏设施等等的事件。拜六暗8点开始呢，伫咧泰国的南部真侪大是来传出爆炸，也是讲放火，也佫有枪击等等的事件，前后后加起来拢总是有51件。除了政府办公大楼甲超市以外呢，部分地区这电信设备、监视器嘛拢互人甲破坏去。当局是赶紧宣布宵禁，高层也来开紧急会议。目前是有2-3人受伤，不过也无人承认犯案。另外来看，乌克兰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呢，伊是呼吁举办大选，互现任的总统泽连斯基甲拒绝。这泽连斯基伊是讲，即马罗西亚呢是想要动员30万的兵仔，想要伫咧今年年底进前全面来占领乌东地区，也就是讲乌克兰即马呢是袂当来出现分裂的。另外，这乌克兰因嘛会积极来加入北约，保障国家的安全。乌克兰国旗伫军乐声中慢慢升起来，为着要庆祝乌克兰国旗日，侪波罗的海甲北欧的国家领袖
拢来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台。英国新任的首相必然的头摆出访，而是选择来到乌克兰，伊个将会重新对乌克兰军事甲财政的坚定支持。面对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呼吁举办正式选举未需要逼伊落台的声音，泽连斯基伫个基督早餐会发表谈话，强调团结的重要性。Взаємну підтримку, таку потрібну для національної єдності, запоруку вміння прощати одне одного. Прощати це не слабкість, це важлива умова, бо лише нерозколота Україна зможе здобути свій сильний мир. 费德罗夫最近常常出招，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强烈要求泽连斯基必须要公开回应政府高官偷用公款洗钱的贪污质疑。不过，对着费德罗夫提议的正式选举，泽连斯基表态拒绝。伊认为战争中选举就亲像海啸，会分裂乌克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资料，乌克兰目前有将近600万难民伫个国外生活，国内是有370万人流离失所，另外还有350万人生活伫个罗西亚的占领区。Even though Zelensky has said today that this would divide the country, he has previously said that he is in support of elections during the war if they can be done safely. But that would involve military protection from allies, and allies have been loath to send in any troops into Ukraine's territory. And even if they did, it's not certain that they could protect from Russian bombing. And would Russia stop bombing just so Ukraine can hold elections? 除了内部的风波，前线的战况同款严峻。泽连斯基表示，罗西亚预计伫9月中旬国会选举了后，即决定调30万兵力投入对乌克兰的战争，希望伫年底进前彻底占领乌克兰东顿内斯克的地区。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对袂退让，相信马中心袂寻求加入北约以外的替代方案，因为只有加入北约，才是保障国家安全、真正有法度解决的方法。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美国啊，加拿大即马这贸易谈判是讲无成，所以美国呢对8月2日开始对加拿大数十种商品来加扣50%的关税。因为加拿大这边呢为着要来反制，所以讲美国甲因扣偌济，安尼加拿大就要甲扣倒转来，决定这新关税呢对9月初8开始实施。贸易谈判失败了后，美国对加拿大新一轮50%关税随生效，影响高达200亿美金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包含钢铁、阿鲁米材料、汽车甲卡车零组件、软木材、阿门土也个零制品、葡萄酒、服装甲曲棍球装备这消费品，大约占加购对美国出口商品的5%。加拿大总理卡尼虽宣示讲要采取1:1的对等反制做法。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卡尼指控美方在最后的时阵提出新的条件，包含汽车产业关税安排，也个限制加拿大未来甲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加方认为安尼真不公平，也侵犯国家的主权，所以讲提出这谈判。加拿大过去已经多摆对川普要求来让步，也不过换来却是川普表示加更加侪理由，加扣更加侪关税。这摆加拿大方面袂阁配合啊，也得到真侪省省长跨党派支持。We're going to be a united team Canada. We're going to use every single tool we have here in Ontario, and hopefully the rest of the premiers feel the same way. 加拿大有大约75%的货物出口是外靠美国市场，准亲密朋友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近排搁再回头，卡尼正面来对战，主张多元来发展海外市场来应用，得到国内支持。也过未来若贸易战扩大，影响更加侪产业，造成供应链断去，也是投资减少，拢可能造成更加大损失。公司新闻，市会长编译。来看咱国内这工业总会是来发表2026年对政府建言的白皮书。这理事长潘俊盈伊是表示讲，咱政府呢应该就要加强对传统产业支持的力头。另外，这比以战争到当时还袂收煞，所以工总认为讲，这能源应该就要多元化，先来研究这应变机制，安尼才通有效应用。美战争拍将近半冬的时间，双方也无法度达成停战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最近佮预告，要来开记者会说明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措施的细节。若伊朗宣布已经发现新的天然气的油产，针对美伊等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工总对能源供应发表看法。原料供应的危机反映台湾供应链长期以来过度的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建议政府以储备
替代、分散为核心，确保我们能源还有关键的这个原材料的库存。工总在2026年度提供予政府的建言白皮书表示，台湾高达97%的能源是外靠进口，能源也有基础建设的韧性爱抗大升，加上中东战事升温，和国际油价对咧加悬，一桶油八冲破119块美金，推升国内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更加是显示台湾能源供应的脆弱性，就替台湾发展占正大面的液化天然气来讲，若去拄到封锁，台湾就真有可能会断开，甚至拄到全面失电的系统性危机。对一般的中小企业来说，的确是有相当的难度。所以说，包含毛利率的冲击，包含库存的调度，甚至说整个运输的这个货运的这个成本提高，这个对台湾来说的这些企业们呢，这的确都是一个一个要重新检视。工总表示，呼吁政府在能源方面一定要多元化来发展，尤其是用电大户一定要家己设立电厂，才会使来降低整体供电压力。因为产业唔惊挑战，上惊就是供电无稳定尔。对着台湾的产业发展呈现畸形分化现象，工总嘛提出建言。台湾不能只会AI的人才虽然很具备赚大钱，但这些百工百业啊，还是让它翻转，也要让它翻转出来。工总表示，目前在东南亚也个亚洲，台湾虽然享受 AI 带来红利，不过在团产建筑业却相对的冷淡，呼吁政府都要关心团产。另外，基本工资起价，只要企业有趁钱，就免惊替员工来加薪水。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是有计要甲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送去审查。今仔日在立法院是来举办公听会，真侪产业界人士是希望讲，这政府呢会当为微型甲新创企业来量身打造产业环境，帮助因走向国际市场。大政府规划要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提升做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内容包括金融支持、租税金优惠、研发补助、人才培育、甲设备的到台湾新等政策方向。这些产业界人士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修法公听会顶面肯定修法的方向，不过希望政府会当对资源较欠缺的微型甲新创企业提供更较适合的资源、服务甲协助。如果说我们的能够有这样的跨部会机关的这个实证沙盒，可以减少企业在摸索投入阶段的摸索时间。那我们希望在这边能够针对新创创新创业的整个部分有一个专章，然后去处理新创真正的整个问题。嘛有学者呼吁协助中小微企业布局甲行销全世界。那我在思考，就是说，这个里面是不是我们在谈到很多的地方，是不是人可以协作或者是契作，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有出口性的导向，而不是让它只是在 local。好，未来在协助整个这个中小微企业的一个转型发展，我们是希望是说它的这个竞争力跟它的经营韧性呢，要能够全面的提升，转型升级的协助竞争力的提升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经济部表示，希望为业者提供更加符合需求的相关法规甲营运的环境，而且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预计在立法院新会期送到审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中联问题由风波呢，即马检方是来起诉15个人甲4间公司。有民间团体是发布这个民调，讲有52%的民众是不满政府对问题有的反应的速度，嘛有61%的民众呢对这查核机制其实是无信心的。民间团体呼吁政府都要来检讨这食安的标准、查核机制，也阁有对违规的业者应该都要有较严格的处理原则。前一阵啊，中联邮寄的问题又引起社会大众对食安甲对政府危机处理的关注。有民间团体做民调，针对食安冲击来看民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民调指出，有52%的民众无满意政府对问题有方准甲落价的反应速度，有73%认为物件爱低干不能检出才通卖，嘛有61%的民众对政府查核的机制无信心。政府应该针对致癌油采取最严格的禁售标准，从源头消除民众的恐慌，来落实食安的零检出，建立更严谨的查核机制，来防止黑心业者以虚假的数据来拖延政府下架与查扣时间，来彻底解决的查缉速度慢的痛点。
有学者认为，民调当中上值得注意的是中立选民的态度，有几项是压倒性的。其中对政府食安差异的信心度有66%无信心，对食安会议会计使用20%以下的问题又免了解，嘛有66%无满意等等。学者认为，这拢反映下党派选民的烦恼，政府也应当来重视。我们不管是在选举或是公共政策上面，它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中立的部分，这些选民仍然整体而言非常担心我们现在的食用油以及政府的这个处理的态度。根据这摆的民调，有87%认为违法的企业甲负责人应当来受到惩罚。兵团甲学者共同呼吁政府爱检讨食安标准查核机制，对造成食安问题的业者嘛，应当爱以更较严格的处理原则，才通维护大众对食安的信任。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林焕仪继续来审查第7届的监察委员的遴选，其中一个被提名人泰雅族的学者伊凡诺干，伊是因为有这民进党籍，过去也捌支持这大罢免，所以互立委来关注伊的立场，敢通独立来行使职权的。也那另外一个被提名人林家欢，伊是捌做过这促转会委员，也互人问到伊对刷走维权形象的立场。林焕仪二是继续审查第7届监察委员的人选，方提名人之一泰雅族的人类学学者伊凡诺干，有民进党籍，过去嘛捌支持大罢免，所以互立委质疑讲，伊敢会当超过党派独立行使职权，还阁有伊安怎看待行政院长杜英泰唔附属林焕仪三读法案的做法。行政院现在不附属，您觉得合法吗？经过等于说复议。贵大院还是那就必须要。请问你是不敢回答，还是您进去之后您会秉公处理呢？证据，立院的这个调查权主要是要履行立法或者说预算审议跟政治监督所必要的这个资讯的取得权。可是监察院的调查权目的呢，主要是要追究违法失职。促进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权益。对各界废除监察院的主张，伊凡诺干就指出，应该经过修宪谨慎来讨论。也那立法院甲监察院的调查权功能是互相补欠的，袂当互相取代。另外一个监委方提名人，捌做过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林家欢，是互立委问讲，甲维权上顶刷掉的立场。你现在还认为？中正纪念堂不应该存在，然后我们所有钞票硬币上的蒋中正先生的肖像都应该去除吗？不是说一定要去除而重点是在于透过这个威权象征，可以让大家对民主的政治民主价值可以更加的确认跟认识，可以加以处置。法律的规定很笼统就是违法失职就可以启动监察权了我们希望这个监察院在执行这个相关的职权上面，能够有人权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监察院目前设置国家人权委员会，林家欢嘛甲监察院转型做人权院的建议讲出来，互监察权会当落实促进人权。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金门病院呢传出哪像有这条霸凌的案件，这是一个护理师，伊指控讲伊长期互这门诊部的护理长甲刁难伊的排班甲请假的问题，互伊出现不足症，而且伊提出这霸凌的申诉了后，落尾竟然是无成立来结案，而且事后伊甲互人记4届的这个新界，而且过职嘛互人来做是一定的。这丁真林呢是来开记者会，这院方呢是调工甲算小的，所以要求卫福部得爱重启调查。护理长刁难我的假已经不是只有那一次。赖小姐是金门病院的御用护理师，并不是公务人员。伊流目屎指控门诊部的护理长长期挑战伊排班请假，因为伊的爸爸中风，加上查囝破病，需要定期返来台湾看诊，向护理师也个护理部的主任来请假，说互伊无完成手术，互控制来处理，互伊压力是非常的大。一年来已经瘦34公斤，搁得着忧郁症。旷职的公文跟我说，我要自己回去准备好之后交给他，然后交回人事。是我回去的时候才看到，那是一份我要去说明我为何那一天会旷职。那赖小姐，这病院内底总共有7位的护理人员，找护士工回来到3工。
其中2个人向院方来提出工课场霸凌的申诉，目前敢若剩大小姐继续来做救济。工会表示，院方最后敢若通知霸凌无成立，无讲明调查的原因，嘛无提供完整的资料。事后，院方阁以大小姐休假期间去中国旅游做理由，改记4届新界114年的考绩嘛向地做是1等，嘛无提供具体评判依据，质疑这是事后的算小。我们当事人是在我们工会的一个积极介入跟协助之下，我们的基本医院还可以这样子违法滥干，一直不断的违法，然后呢，告诉我们工会他们都没有违法。金门医院的霸凌事件我会请医福会，那么在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那么再来做后续应有的处理。护士工会强调，金门病院是金门地区真重要的医疗的大条。当第一线的护理人员因为申诉检举，或者是找工会来斗3工，都要安尼心内惊吓。受影响的唔那是多工尔，更较可能影响离岛护理人员留任，也有医疗的量能。所以呼吁卫福部要成立外部的调查小组，重新启动工课场霸凌的调查，并且建立反报复也有公开监督的机制，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代志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推转归去，安尼目库降落，互警方加开600，这加速伊的刑抗表情。另外，坐伫边仔的女性呢，伊的骨头嘛锯去。后来，这警方是伫个车内有超着毒品，无排除有假毒塞车的嫌疑。白色的车驶一匹无尾巷，看无路通走，雄雄目库弄警察。警察迅速闪开，惨惨就为车门甲链仔开600。哎，你要撞我哎！我搞错。撞我们警察！警方开枪控制混乱的场面，嘛造成驾驶座查甫人胸坎着枪，副驾驶座查某人骨折，经过送病院治疗，目前拢平安。警察一办那办很久，一滴给就出来，出来。我在睡觉，然后我想说，谁在那么晚无聊放鞭炮，我就起来看一下，就是听到嘣一声之后，才开始有开枪的声音这样子。昨暗开枪的声传出来，在地住户嘛惊到，等来到现场，伫咧新北市新庄地面，阁有车壳的碎片，相当的警察车嘛伫咧遐。因那这件代志，涉案的47岁姓周的查甫人，伫咧20时透早，在40岁姓高的查甫人经过双凤路，因为等红灯时阵，对着机车停等区，引起警方的注意。暗过伊拒绝检测，直接走咧弄，刷落来阁挑一个弄警察。员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随后，员警迅速控制车内2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随后，警方伫咧嫌犯的车底查到新的甲用刷的电子烟弹，初步检验是2级毒品，是烟弹依托米酯，所以怀疑嫌犯有食毒塞车，也毋过还要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在 AI 的技术已经愈来愈进步啊，作假袂输是真的共款。武林大学调查呢，来增加媒体素养，讲这民众上解上要学的，就是安怎分辨这影片到底是真的也是假的，或者是表示讲这 AI 内容的生产呢是以图揣图来比对甲查证，安尼才袂去互 AI 来影响到。像真的动画影像 AI 生成的图标资讯，伫网络上试过通看到到底安怎有效辨识信息的真实性。已经若是新闻传播甲资讯系学生的功课，你是袂少成年人也想要学习的能力。有时候收到一些东西，你会不太知道这个真伪是怎么样，所以就是可能要逼着自己比较小心一点，去判断一下内容是不是真的或是假的。你会怀疑说，这个是真实的实体的，还是说 AI 电脑上去做的？教育部委托辅仁大学进行一项生前教育调查报告，最近发现有兴趣深化媒体素养的成年人，超过35.6%拢表示想要学习的就是安怎识别 AI 内容，占比第2悬的是想要学习，事实查核达到27.75%。学者记咧说明过去的生成式 AI 影像也无够成熟，人物抽镜头这寡细节有时阵会数量无正确，也毋过技术愈来愈发达，都要靠数管手法来查核。他们其实是会从比如说他们的模型，那它其实可以在图片上面放一些浮水印之类的，但是这浮水印并不一定是你看得到的，可能是机器读了之后它才
判断得出来的。这一个开发者他只要有一个检测器，他去扫很多图，他就可以判断说这个是不是从我这个生成器上面生成出来的。这款稳型浮水引导像 AI 内容的生产履历，过去 Google 也捌甲新创公司合作伫多片搜寻结果，也是原资料中标示 AI 内容的来源，予使用者检视。只是新创公司一直出现，爱几啊间企业整合，提供验证资讯的难度更较悬。学者认为，以度速度、交叉比对等方式，颠倒袂因为 AI 技术演进来过时。也建议有兴趣民众会当利用大专院校开设的训练班，从事。另外来看美国的篇研究呢，有一个庄仔头是有一大阵这加工的雕像，伊毋是装置艺术，嘛毋是空棒，是专工来陪伴一个自闭症的查某囡仔，是伊逐工生活的重要瓦壳。这是一场热心由厝边头尾安尼轮流响应的温暖行动。美国免研究这座外海小镇，四界拢是加工的雕像，这看起来敢若真普通、真大的雕像，却意外成做一个温暖的行动。有自闭症的查某囡仔派博，伊今年6岁，上喜的动物就是加工。有一天，伊甲伊的养爸伫咧卖农业机械所在，看到一只原本笑白加工雕像伫咧卖，就甲伊买回来。了后是愈买愈多。派博的养爸养母表示，这加工的雕像会当帮助伊稳定情绪、适应环境的变化，毋过嘛引起各界关心。若不人翁仔某甲加工的图变作是家族的徽章，而且印伫咧因兜餐厅的衫，还有商品顶头，镇政府就认为草坪的加工雕像已经有商业宣传的用途啊。The issue is that the town of Ogunquit was fining us for having these roosters out by the road. We had a bunch out here, and the town decided that once we put our Piper's crest on our shirts, that it became the roosters out front became advertising. They became signage. 经过协商，在地政府同意用身心障碍合并的法律规范，温存派博规家伙仔保留2个加工的雕像，不过就要固定好好，煞搁因为放伫咧楼梯顶头，无符合规定，即口罩搁罚款500块的美金。不过面对这场诉讼，若不人规家伙仔选择甲对立碰下，甲其他加工的雕像送互亲戚朋友，也是支持的人，希望用一只搁一只加工传送互大家对自闭症的理解、接纳也搁包容。We brought it home. We put it on same night. We couldn't wait to put it on, and people were so supportive. They were like honking. It was so nice to see all the support and love for Piper. 这一座搁一座加工的雕像，已经为原地厝边隔壁的情谊，变作是包容、支持自闭症含因厝内的人温暖的标志。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今仔下晡半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透早，受到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甲低压带的影响，加上西南风天强，又出现低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也是雷公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而且也会落大雨，也是局部大雨。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